到诈骗集团的成员拢真少年，因为食好、做轻巧，阁真好赚。讲一个月统啊分到50万，遮尔啊好康，无怪有袂少的少年人就安尼聊落去咯。下期案先收证。去年12月，台北市刑大10天内逮捕119名车手，不法所得将近3000万。霹雳小组专户武装乱开机房，冲入去掠6个嫌犯，这人行骗3个月，得手上千万。这人家像你来领的吗？对吧？啊，你也不晓得来源对不对？少年车手到银行要去领240万，当场被掠。因为你涉嫌诈欺啊！我诈谁？被害人等一下会通知，会有报案的。虽然被掠是2倍，佮爱去面临刑责，但真侪少年人所甘愿加入诈骗集团的成员，为什么？他们就说来这边是赚钱的，然后我想说好，也是一样。那到隔天早上他们说要上班嘛，好，那就也是这样去做。那真的很多电话，那很多电话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站在一个地方，因为想要离开，那他们也说要待1个月才能走，要在里面待1个月。然后就是一般的正常工作时间，就是早起晚活。伊是24岁小麦19岁迄当加入诈骗集团的业务人员，入去3天就骗到5000块的人民票，一个月也当分50万的代票。1线好像是6%，对吧？那2线跟3线都是8%。包含伊在内，集团总共20外个人，平常是袂看到大头家。这厝内有1名管理人员，1名电脑手，1名负责送饭买餐的，厝内就是所讲的1线、2线、3线人员。10通电话起码有骗到1成，1通电话，对吧？3天吧，还不到3天，我就真的骗到1个人。安怎骗？只为照安尼做，卡本甲价钱的收集背后少，对予被害人陷入情境。你的资金，你所有的资金有洗黑钱的嫌疑，那就是要把你的钱先挪到我们的政府单位，对，那我们就是要透过到3线，3线就是检察官，不然就是反正就是检察官他们比较更高级的、更高层的人员啊，来去帮你做这个事情的处理。新水管当然要有代价，所有人连续小时关在机房内，但是为着闪避警察，每个月都要换一间密的所在。只有换地点时，才有法度出来见光。至少1-2天，上最1礼拜，就是要防止行踪外漏。小麦可能算是幸运的，因为曾经有车手在内面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目睭暗咧，互人一直拍。集团的主谋就伫边看，爱控管车手提款的时阵要求失信，先将诈骗来的钱互拍到唔正人。台湾的这个刑法针对这个诈欺，它的这个刑责，可能是只有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所以说这个部分，它对于这个刑责的部分，就是没有办法说有效去遏阻，说让人家不要再去犯罪。警方嘛表示，诈欺刑责轻，确实会让这诈骗集团拢唔惊。问题是真侪人被骗啊，佮唔相信。那就把我汇过去给他好不好？在银行柜台前，害我真伤心。行过3点半，1000块美金若无汇过，香港互相要甲伊讲拜拜。警员经过2点钟后，才互伊认清事实。直接拿电话拿走。好了。假绑票电话，互妈妈以为是真的，急要汇50万，囥袂听，警察出绝招。先生，你不要再诈骗人了！我现在是警察。为什么会被骗？被害者的2种心态容易被掌握。第一是对司法的定数无了解，第二是会惊。更夸张，还有被害人还把房子变卖。退休的女校长几千万拢被诈骗。2015年，中央研究院政府院长接到假检察官诈骗的电话，将近2000万，14人的业绩拢被骗了。就是说，他可能是独居。或者是说他平常的交际生活圈并不是这么的热络。家己大，迄才是无啥物社交生活的人，同款拢是落入陷阱、高危险群。身边的人一定爱较加保一点啊，爱较关心咧，就要有机会互亲友加做歹徒下手的对象。